小朋友吼，今日呢嘅课程啊，就是延续上个礼拜，延续上个礼拜的课程。上礼拜很到6、5月这个歌诶，结果线上档案给我都没有人传给我，为什么？用不会按用咯？你要唱噶？不会呀、小蜜蜂你们都会唱啊，不是吗？好，来，你过来复习一摆哦。5月节，大家来过5月节，失踪的比起乱，还有爬梁山。汉中、地中、老板中，最爱食是哪种？都好食，同伴爱都爱。就这样而已呢，就只有这样而已呢。好，结束哦，结束全本欣赏。好，2礼拜嘅课呢，就是延续那个5月节，就是延续我们的端午节。好。那欣赏上课以前呢，先有很多看一个5月节短的样片，一个客家新闻，客家电视台那个客家新闻播出的5月节的新闻，短听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完了以后呢，你都想看到欣赏想要抢的分享，想要请你们分享嘛个呢？分享的不卡5月节有做哪的发通？分享一下你们家的端午节有做哪一些活动？好，那5月节有哪的丰胸呢？5月节的时候就是端午节，5月节又有哪一些习俗是你觉得你们家有跟人家不一样的呢？好，欣赏的我们上个礼拜搞嘅歌曲礼拜系唔系有嘛个吃粽诶？吃粽诶是1天2夜嘛哈，吃粽子。好，粽诶呢，你会好吃咸粽饭的那种，还是底粽黄色的甜的，还是半粽？半粽就是白色的那一种哈，像拌蕾那样子，像菜包那样子，但是底下用粽叶包的那半粽。你是喜欢吃哪一种呢？你好吃哪一种粽诶呢？好，那天呢呢，还有欣赏头摆这个时间啦。苹果老师最喜欢的是什么？碧琪卵，给第5月节1天不碧琪卵。他在端午节的时候，他们家的活动一定会有立蛋、琪卵、然后还有记得我去看爬梁山比赛，龙舟赛。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可能停办嘞。今年可能没有龙舟赛可以看了，对不对？哈，爬梁山比赛。所以没有龙舟赛怎么办？哈哈，冇要紧，你都去搞吧。你们自己画龙舟赛，好，自己画龙舟赛，然后做的分享本欣赏看，可以分享给老师看。如果你有画了龙舟呢，就会你都给加分好猛。如果你画了龙舟，这就是你们的加分项目咯。好，那说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你今日呢？除了刚刚我们说的碧琪卵、失踪诶，还有爬梁山比赛、划龙舟比赛以外，那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我不知道你的有做吗？带香包，好。一下给香包无像头摆都会。用给底部去中药店买的那种驱除防蚊的，姜蚊呢啊，这种呢，中药粉，不用到香包底度，不用到香台底度，然后呢做到香包带等，姜蚊呢啊，就还唔会挖菌的这片。好，那2下给香包呢，大部分都会不用香的东西，让你闻起来是香香的。可能是人工的那种香精，或者是芳香力，好，不能带去了香的，好2码做的咯，带香包，好，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几个西炸，什么
失踪诶，失踪诶，起卵，起卵，爬龙船比赛，爬龙船比赛，带熊包，带熊包，好，带熊包啊，含有嘛个呢？含有一种嘿，两下可能种下含有，一个老一同做的每一项都给阿公，哈，看有冇很多40-50岁，注意哦，或者是阿姐，你们也可以问你们的阿公阿婆，或者是阿爸阿妹。5月节头摆嘅5月节有没有40-50岁？40-50岁。什么叫40-50岁呢？就是1日，你嘅1日有分做12则时辰，12则时辰有分成12个时辰。50呢，就是动主11点，动主11点到1点，到下午1点，中午11点到下午1点那个时间，我到50。头摆个人传讲啊，第5月节2日咯，端午节这一天，你看为什么又要用50岁呢？因为5月节是5月初5有50，5月5号的50，另还有很多真闰，真闰就是正阳，阳气最旺的时候。然后你第50岁呢，你去大降水，你去井里面，还去大降水，头摆给你会用降水，以前的人是用井水。那有一些人不卡某降啊，某大降，有一些人家里就没有挖井。那安用干啥呢？就要去河坝，就要去河坝，我都会去山大。如果没有去河边，就会去山上。去加嘛干呢？山泉水。山泉水，或者是河坝水，或者是河坝的水。好，那先生小的时候呢，妈某去接河坝水，妈某去接山泉水，还用嘛个木卡嘅水土水，水土水就家里的自来水。不过呢，一天是11点开始，一定是11点那个时候开个大个水头水打开来，那个自来水就打开来，然后呢就不用到中南了以后呢，就不用到日头下去晒，就放到太阳底下去晒，不用到日头下去晒，晒到烧，晒到热热的，然后呢就做得用给来晒身，就可以用那个来洗澡。然后还有人讲啊，你去接个山泉水，那5月初5就5月接个50岁接个山泉水，也有一个说法就是。5月节给你端午节那一天，你50的时候，你去接山泉水，你去接那个山泉水回来呢，给水啊，不用1年都不会坏掉，很奇怪哈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唔知係有样一模一样，就讲给接转了给水做的不用1年都不会坏掉，放1年都不会坏。可是呢，一般人都会亲家就淋退来啦，很多亲家里头就会煮茶就煮退来。好，那听说50岁呢，你拿来煮茶淋，你拿来煮茶喝呢，对身体都好，好做的1年，好都身体都空天，身体很健康，没按过不偏，没有很容易生病。好，这就是40-50岁。40-50岁，还有一些人呢，还有一点会同学啊，可能木下门前，你还会插个香蒲，也还挂吊胎捏，可能家里会插那个菖蒲啊，或者是胎捏，或者是有绒毛，不一定。好，那以前的人都会这个一扎，你哈丝虫嘛有卖，干100，应该去年去看，我记得我去年去丝虫看，跟100当中50也100，好像100块呢，当中100块哦。然后你就买转来吊到木卡门前，就挂在家里的前面。好，给有乜嘅作用呢？就是叫门呢，叫驱逐以前是
用门内啦，就是赶蚊子，预防蚊子进入家里。还有就是头拜给你带给中眼体体，以前在中原地区就是台流给片啊，他们有那个瘴气，就是唔好给吸，好唔好给东西，所以记得我对门还有雕给这种东西来辟邪，来辟邪。哦，啊，清明一个是嘛个呢？清明一个就是雄黄酒，雄黄酒。也有人说直接就是黄酒，就是喝那个雄黄酒。不过呢，线上有过去上网去查询资料啊，结果啊，那讲对身体康健这方面来看啊，他就是不建议用吃的，他就不建议你用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后面有人检查出来、检验出来，就讲呀，雄黄酒是多嘞，对身体不好。韩国安尼生意呢嘛，做我们的是酒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朋友也不能喝酒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会看到啊，有的会念啊，就会样片低度啊，然后有些人就会用嘛个啊，用个水笔、毛笔，好，用个雄黄酒夹夹啊呢。来压头两片哦，再压头两片，下在网字，写一个王字。为什么要写一个王？你们知道吗？表示是老虎啦，表示是老虎，然后虎牙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然后呢，你就做对辟邪，那个杀精啊、蛇精就不会挖过了，就不会靠近你了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是雄黄酒给熊呢喝雄黄酒的风俗呢，就是有关嘅拍沙川白蛇传的故事。那白蛇传的故事是什么呢？那有兴趣，妈做的去查询看啊。有兴趣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去 Google 查一下看看。那个白蛇传的故事，哈，有很用是怎么样的形状？好咯，然后三下来，你就要来练习基本的句型咯。基本的例句有2句。今天的例句有2句，哪2句呢？基本的例句有2句，2句是嘛个呢？第1句就是爱我下有做什么活动？我们家端午节有做什么活动？好，你就会说5月节爱我下会吃粽诶。端午节我们家会吃粽子，或者是5月节。爱我下有比起卵，端午节我们家有比例蛋，或者是5月节爱我下会去看爬龙船比赛，端午节我们家会去看划龙舟比赛，这样子。那还有嘛个呢？天气第2个呢就是爱最好食，或者是爱青好食。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一种粽子？你青好是哪一种粽？好，那你最少要讲2种。如果你可以讲到3种，那更好。比方说，我就可以说爱青好是咸粽老拌粽，爱青好是咸粽老拌粥。我就会说我很喜欢吃米粽和板粽。好。那这样2句话呢，我希望啊，你都用画图画出来。我希望你们用画的画出来，比较就简单，就简单都好了哈。画出来以后呢，你就拿着那种字，你就按念本行上堂，就拿着那张纸就念给我听。好，比方说我的第1种呢，第1句我是我们家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会说。5月节爱我下有吃粽我就画了一个粽子。好，那就是我就要讲的是5月节爱我下有吃粽那第2个呢，第2个呢，我就再画了一个半粽或者是黄黄的麂粽，然后我就说爱青好是麂粽，爱青好是麂粽。好，这就是我的2个作业。
好，安样有问题吗？做得好，先生等都给作业咯，加油！